歡迎收睇低清一剔個雜耍教學。今堂係第3堂嘅拋波嘅課程啦。咁呢，之前就教過手呢一下啦，今次呢，就教啲咩招呢？過完手之後呢，就過腳啦。過腳點樣做呢？做一次嚟睇下先。我哋俗稱叫穿腳啊，過腳咁樣做啦嚇。呢樣其中一下喺個腳下面兜出嚟啫。如果你熟嘅話呢，可以係咁樣連續做都得嘅。咁呢，都係一樣啦，都係兩個波開始做先啦。點樣兩個波開始做先呢？就其中一下兜出嚟，然後其中一下右腳兜出嚟，跟住左手將個波掟去右手邊，咁樣連續啲個動作先。先穿腳後掟波出嚟。當你要3個波嗰陣時呢，練熟咗頭先兩個波嘅動作啦。3個波嗰陣時呢，就其中一下穿出嚟咁樣，就係咁簡單啦。今日嘅低清一剔個雜耍教學拋波篇就係咁多啦，下次見啦，拜拜。